啊，这个台北树林科教馆是伫咧暑假推出着雪展，打造将近600坪绿色世界，乡亲会当带囡仔去遐行行咧，袂输互出国哦。 规片白色，这毋是普利拢是真正绿色，整个空间自景，就艺术时代到北后，有巡逻陪伴，还有细项活动。差不多2公尺半的初世道，囡仔会使尽量伫遮耍，嘛会使骑车体验细地活动。囡仔耍到遮欢喜，拢要感谢大人有准备。全套啊，口罩啊、围巾啊、帽子啊，然后裤子是冬天穿2件。 其实变烦恼，若真正无准备，嘛有通做。当然，不管是护卫还是安全帽啊，拢是免费提供的基本设备。这款趣味的体验，可能有一个大人带囡仔来感受一下。平常的话，就是大概是快1000人，那假日的话，就是可能会接近1500人。这个活动拍算要进行到10月，这都要8月天，若无希望讲出门晒日头，你会使考虑来这好好消暑一下，感受一下，互你寒甲挡袂掉的热天。